你有冇試過喺深圳行下街，或者啱啱過完關，心入面仲諗住等陣去食邊間酸菜魚，去邊度揼骨嘅時候，突然之間係一瞬間喎，你覺得自己隻腳俾一啲重物紮住咗，甚至係俾對手死死咁捉住。你低頭一睇，哇，真係嚇到心都離一離啊！唔係咩恐怖片情節，而係一個活生生嘅人，直頭跪喺地下，雙手好似鐵鉗咁箍住你隻腳唔放，喊苦喊忽咁叫你救命，叫你俾錢。呢啲就係最近喺深圳福田同埋羅湖呢啲港人北上熱點驚現嘅跪地黨。最近呢一兩年，即係2024年到而家2026年，我哋香港人北上消費簡直係成咗一種生活習慣。每逢星期六日或者長公眾假期，羅湖口岸、福田口岸簡直係人山人海。大家上到去，心情放鬆，諗住消費下、玩下，防範意識自然就低咗。就係因為咁，呢班所謂嘅跪地黨就睇準晒我哋香港人心軟、怕事、袋入面有錢呢幾個特點，專門喺呢啲位揾食。你諗下，如果你係一個60幾歲嘅老人家，或者係帶住小朋友嘅媽咪，突然俾人咁樣捉住隻腳，你第一反應係咩？一定係驚，跟住就係想快啲擺脫佢。呢班人就係利用呢種心理，你不俾錢，佢就唔放手。我之前聽過一個真實案例，就係喺2025年底嘅時候，有一位差唔多50歲嘅陳生，佢同老婆去羅湖商業城買嘢。佢哋啱啱行出關口，打算行去地鐵站嗰陣，突然有個望落去大約60幾歲、成身污糟邋遢嘅男人，砰一聲跪喺陳生面前。陳生仲以為對方係跌親，正想去扶，點知嗰個人二話不說，成個人趴喺地捉住陳生對皮鞋，死都唔放。嗰個人用普通話大聲嗌，話自己好幾日冇食過嘢，屋企人病咗冇錢醫，求陳生做下好心。陳生話當時周圍好多人望住，覺得好尷尬，又覺得好驚，因為對方隻手真係捉得好緊。佢想掙脫，但係對方直頭將個頭貼埋去陳生隻腳度。最後陳生冇辦法，喺銀包攞咗100蚊出嚟，對方一攞到錢，即刻鬆手，轉身就消失喺人群入面。陳生事後講返，嗰100蚊唔係最緊要，最緊要係嗰種被侵犯、被威脅嘅感覺，真係令佢對北上產生咗陰影。呢啲跪地黨其實係有組織、有預謀㗎。佢哋通常會揀一啲出入口位，或者係人流交匯嘅盲點。你以為佢真係咁慘？真相往往係殘酷嘅。根據一啲內地媒體嘅暗訪同埋公安嘅調查，呢班人入面好多都係專業人士。佢哋可能喺呢個口岸跪完，轉頭就換套衫去另一個商場繼續跪。有啲人甚至係由犯罪集團操控，每日定時定食有人接送，甚至有 KPI 指標價。你以為你俾嗰50蚊、100蚊係幫緊一個窮人？其實你係幫緊個犯罪集團壯大。而且大家要留意，呢班跪地黨而家進化咗。以前可能只係跪喺度放張紙，寫住自己身世幾慘，而家係直接採取肉搏戰術，即係捉你隻腳。點解要捉腳？第一，係為咗阻止你離開，你行唔到，你就一定要處理佢。第二，係創造一種公眾壓力，喺一個咁多人嘅地方，你同一個跪喺度嘅人拉拉扯扯，路人唔知情嘅可能以為你蝦緊個老人家或者殘疾人士。呢種道德綁架，對於重視形象嘅香港人嚟講，簡直係一擊即中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覺得，咁我見到呢啲人係咪應該完全唔理？但萬一佢真係有需要呢？呢個就係最卑鄙嘅地方，佢哋消費緊大眾嘅同情心。喺2026年嘅今日，深圳嘅社會救助體系已經做得好完善。如果你真係見到有人好似好慘，真正嘅做法係幫佢報警，或者話俾口岸嘅保安聽。如果佢真係有需要，公安同埋救助站會幫到佢。如果佢係騙子，見到警察佢跑得仲快過你啊！其實除咗跪地黨，福田同羅湖仲有一啲變種嘅騙局。
例如有一種叫借錢黨，佢哋通常着得乾乾淨淨，甚至好似個白領咁，行埋嚟同你講普通話或者唔鹹唔淡嘅廣東話，話自己由外省落嚟，銀包俾人偷咗，或者係部手機冇電，冇錢坐車返去，問你借幾十蚊食飯或者買車飛。佢哋通常會問你借好多，就係因為幾十蚊呢個數目，好多人會覺得算啦，當做下好事。點知呢班人一日借幾十個，收入隨時高過你同我。仲有一種就係碰瓷黨嘅報行版，佢哋會特登喺你行過嘅時候，將一啲原本就爛爛地嘅嘢，例如假古董或者係一盒望落去好貴重嘅藥材，輕輕掂到你就跌喺地下，然後成班人湧出嚟，話你撞爛咗佢哋嘅全家之寶，要你賠錢。呢啲情況喺人多擠迫嘅東門大劇院附近特別多。講返轉頭，點解呢啲問題喺2026年依然存在？因為北上嘅港人真係太多啦，每日幾十萬人次嘅流動，就係一個巨大嘅市場。對於呢班騙子嚟講，只要有1/1000嘅人中計，佢哋就發達。所以我哋一定要提高警覺。如果你真係唔好彩遇上跪地黨捉住你隻腳，你應該點做？首先，千祈唔好驚，亦都唔好喺大庭廣眾度同佢大聲鬧交。你越大聲，佢就越興奮，因為佢就係要吸引人注意。第一時間，你要大聲嗌保安或者報警。深圳而家周圍都有巡警同埋協警，佢哋對於呢類影響市容同治安嘅行為係抓得好嚴嘅。通常呢班跪地黨一聽到你話報警，或者見到有着制服嘅人行埋嚟，佢哋會好似奇蹟康復咁，即刻起反身走人。另外，大家一定要記住，出門在外，財唔露眼。喺口岸呢啲地方，唔好攞住個銀包周圍行，更加唔好喺街邊隨便攞大沓現金出嚟。而家北上消費，基本上一個手機支付就搞掂晒。你可以用支付寶香港或者微信支付，咁樣就避免咗喺公眾場合開銀包，減少被盯上嘅機會。其實我哋去深圳玩係為咗開心，為咗放鬆。深圳呢幾年嘅進步真係好大，無論係交通、商場硬件定係服務質素，都做得好好。2026年嘅深圳已經係一個國際化大都市，但係每個大城市都有佢嘅陰暗面，都有啲揾快錢嘅人。我哋唔可以因為呢啲跪地黨就唔去北上，但係我哋一定要學識保護自己。仲有一點我想同大家分享嘅，就係關於同情心嘅投放。香港人好善良，見到老弱傷殘總係想幫，但係大家要明白，真正嘅慈善唔係喺街邊隨便俾錢。如果你真係想幫人，可以捐錢去一啲有信譽嘅慈善機構。喺街邊跪地嗰啲，9成9都係職業乞丐。你俾錢佢，唔係幫佢，係害咗佢，亦都係害咗下一個受害者。因為你嘅善心，令到佢哋覺得呢行有得做，於是佢哋會繼續留喺街頭，甚至會招攬更多人加入。我仲記得有一次，我喺福田口岸附近見到一個大約10幾歲嘅細路，佢跪喺地下乞錢。我當時心入面好難受，咁細個仔點解唔返學？我正想行埋去問下佢需唔需要幫手報警揾救助站，點知我見到對面街有個成年男人，一路食住煙一路盯住呢個細路。我一出現，個男人就用好凌厲嘅眼神望住我。我當時即刻明白，呢個細路背後係有人控制嘅。我最後選擇左行去揾附近嘅治安庭反映。呢件事話俾我聽，你見到嘅慘況背後可能係一個冷血嘅產業鏈。所以呢，各位打算北上嘅朋友，記住呢幾招。第一，過關之後直奔目的地，唔好喺人多混亂嘅門口逗留。第二，如果有人行近，保持社交距離。第三，萬一俾人捉腳，冷靜應對，大聲求助保安，唔好私下俾錢解決。第四，手機支付，減少現金暴露。其實除咗呢啲安全問題，北上仲有好多嘢要注意，例如係搭車，最好用反滴滴出行或者高德地圖叫車，唔好搭路邊嘅黑車。
黑車唔單止收費唔透明，安全亦都無保障。喺2026年，內地嘅網約車已經好規範，價錢一目了然，甚至連司機嘅評分同背景都有得睇，咁樣對我哋港人嚟講係最有保障嘅。仲有啊，如果你係同小朋友或者老人家一齊北上，更加要加倍小心。老人家反應慢，容易成為騙子嘅目標，小朋友就容易俾人分散注意力。我建議大家喺人多嘅地方，一定要拖實小朋友，甚至可以準備一條防走散繩。唔好覺得誇張，喺呢啲人流密集嘅地方，安全永遠係第一位。講返呢個跪地黨嘅真相，其實佢哋好多時都係利用咗一種社交恐懼。佢哋知你怕醜，知你唔想喺人面前失禮，所以先至做得咁絕。但係你要諗下，一個真正有尊嚴、有需要嘅人，點會喺街度隨便捉住路人隻腳？呢種行為本身就已經係一種騷擾。我哋作為消費者，去人哋度消費係帶動緊當地經濟，我哋絕對有權利要求一個安全、舒適嘅旅遊環境。深圳當局其實都知呢個問題。喺2026年，佢哋已經加強咗口岸周邊嘅巡邏頻率，但係騙子總係會揾到空位轉，所以我哋自己嘅意識先係最重要嘅防線。大家記住，下次北上嘅時候，見到嗰啲行徑古怪、突然衝過嚟嘅人，第一時間要閃。如果閃唔開被纏住，一定要保持冷靜，唔好俾情緒帶動。你越驚，佢就越覺得自己得逞。其實呢，講到尾，呢啲跪地黨嘅出現，都係反映咗社會發展入面嘅一啲矛盾。但係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嚟講，我哋最緊要係開開心心出街，平平安安返屋企。希望今日分享呢啲資訊，可以幫到大家喺下次北上嘅時候，多一份警覺，少一份損失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成日北上，或者家中有老人家鍾意返大陸飲茶、買餸，記得要將呢啲情況同佢哋講下。特別係老人家，佢哋嗰輩人真係好純真，好容易俾人騙到。你可以同佢哋講，老豆老母，如果有人跪喺地下捉住你隻腳，千祈唔好俾錢啊！嗰啲係騙子嚟㗎，大聲嗌保安就得啦。2026年嘅北上生活依然係充滿樂趣嘅，有冇窮無盡嘅美食，有冇數好玩嘅地方，只要我哋識得保護自己，避開呢啲坑，深圳依然係一個好好嘅短途旅遊目的地。最後想同大家講，除咗呢啲騙案，大家北上嘅時候都要留意下當地嘅法律法規。例如而家對於電動車嘅管理，對於公共場所吸煙嘅處罰，都比以前嚴好多。做個文明嘅遊客，唔單止係為咗香港人嘅形象，亦都係為咗減少唔必要嘅麻煩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都係想大家有個心理準備。北上大件事，唔係要嚇到你唔敢去，而係要你醒目啲去。深圳福田羅湖雖然驚現跪地黨，但只要你掌握咗應對方法，佢哋就攞你冇辦法。真相就係咁簡單，佢哋求財，你求開心。只要你不配合佢哋嘅演出，呢場戲就演唔落去。下次你喺深業上城或者萬象城行緊街，享受住嗰種悠閒氣氛嘅時候，記得都要留個心眼。見到有人跪喺度，行遠啲；見到有人求助，揾專業人士。祝大家下次北上玩得開心，食得放心，最緊要係保住自己個銀包，唔好再中呢啲低級但係攞命嘅計。我哋下次再傾更多北上攻略，記得留意住我嘅最新分享，帶你避開所有消費陷阱，做個北上達人。其實喺2026年初嘅時候，仲有一件事幾值得大家留意，就係關於口岸附近嘅假義工。佢哋會着住好似官方嘅背心，但其實係推銷一啲昂貴嘅旅遊套餐或者係假嘅保險。佢哋會好熱情咁幫你指路，或者幫你攞行李，最後就係要你俾錢。呢啲其實都係變相嘅跪地黨，只不過係手法高級咗。大家記住，真正嘅口岸義工係唔會向你收錢，亦都唔會強行推銷任何嘢嘅。總之，一句話講晒，天下無免費午餐，亦都無緣無故嘅熱情。
喺人多地方，保持一份冷漠有時反而係一種自我保護。呢個世界雖然好人多，但壞人亦都唔少，特別係專門揾香港人食飯嘅嗰班。希望呢篇嘅內容可以幫到大家，令大家喺享受北上便利嘅同時，亦都能夠保障到自己嘅人身同財產安全。記住，遇到跪地黨，唔好驚，唔好軟心，報警係唯一正確嘅選擇。我哋下次見。大家有冇試過行過街市，見到個大牌寫住20蚊沙隻或者24蚊一盤？嗰陣時你個心係咪會搏一聲跳咗一下？第一反應唔係覺得哇好抵啊，而係心入面嗰個疑心生暗鬼嘅掣即刻跳咗掣。你會諗，喂，家陣咩年代啊？2026年初啦喎，一支嘢飲都可能要10幾20蚊嘅時候，點解30隻雞蛋可以賣到咁平？平均計落去，6毫子零1份幾，6毫子一隻蛋喎。你喺茶餐廳加隻蛋都要10蚊啦，呢度6毫子就有一隻，到底係啲雞食咗神仙藥，定係呢啲直頭係打滿激素嘅怪胎蛋？定係好似網上啲傳言話齋，係人用化學嘢整出嚟嘅人造假蛋？今日我哋就要徹底拆解呢個6毫子真相。其實好多香港人，包括我同你，甚至係屋企每日去買餸嗰位阿媽阿婆，心入面一直都對呢啲平價蛋有一種又愛又恨嘅情意結。一方面覺得慳到錢好剩，另一方面又驚食咗落肚會生鬚，會變畸形，或者會對身體有咩長遠影響。我哋一直都以為平嘢無好嘢，覺得平就一定係有毒有化學嘢，但原來呢個諗法，我哋可能真係諗錯晒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一個最核心嘅恐懼：激素。好多人一見到啲雞蛋又大隻又平，仲要啲雞生得咁密，就直覺覺得啲雞係咪打咗生長激素，定係打咗排卵針？我話俾你聽，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嘅科學誤解。喺現代畜牧業入面，其實係完全冇必要，亦都冇可能幫蛋雞打激素嘅。點解？首先係成本問題。你試諗下，一支激素幾多錢？你要幫幾萬隻雞逐隻打針，個人力物力同藥費，分分鐘貴過隻雞蛋。最重要嘅係，科學研究一早證明咗，如果你幫隻雞打生長激素，反而會搞亂佢哋嘅內分泌系統，令到佢哋產蛋量下降，甚至唔生蛋。對於農場老闆嚟講，佢哋最想係啲雞穩定咁，日日咁生蛋，打激素簡直係倒自己米。咁點解啲雞可以生得咁快咁多？其實係因為品種改良同埋環境控制。而家啲蛋雞係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嘅選育，專門揀嗰啲產蛋率高嘅品種。再加上而家啲雞舍係全自動化，控制晒溫度、濕度，連啲光照時間都係計過度過，模擬一年四季最啱生蛋嘅環境，令到啲雞以為自己每日都處於最適合繁育嘅春天。所以平價蛋嘅多係工業化嘅成果，而唔係化學藥物嘅功勞。咁講返轉頭，點解可以賣到6毫子一隻咁平？呢個就要講到規模效應同埋產地供應鏈啦。我哋香港食嘅平價蛋，絕大部分都係嚟自內地，尤其是廣東或者周邊省份。2026年嘅今日，內地嘅大型養雞場已經做到非常之成熟。一間大型農場閒閒地有幾十萬，甚至上百萬隻雞。當你規模大到呢個程度嘅時候，每隻蛋嘅固定成本就會被攤分到好薄。再加上雞蛋嘅飼料主要係粟米同豆粕，呢啲大宗商品嘅價格如果穩定，雞蛋嘅成本就控制得到。而運輸方面，香港同內地咁近，今日生完，聽日就已經運到落嚟，唔似得日本蛋或者澳洲蛋，又要坐飛機又要坐船，嗰啲運費同冷鏈成本分分鐘貴過隻蛋本身。所以日本蛋賣40蚊10隻，係貴喺個名，貴喺個運費同埋包裝，而唔係因為佢嘅營養價值真係高出幾倍。講到營養，呢個又係另一個大家諗錯晒嘅地方。好多人覺得啲蛋黃好深色，甚至係橙紅色嘅，就一定係走地雞或者土雞蛋，營養一定好啲。而嗰啲平價蛋，蛋黃淡黃色，
就覺得係營養不良。真相係點？其實蛋黃嘅顏色完全係取決於隻雞食咗啲乜。如果飼料入面加咗多啲胡蘿蔔素或者葉黃素，甚至係一啲天然嘅萬壽菊粉，個蛋黃就會變深色。好多高價蛋品牌為咗迎合消費者覺得深色就係好嘅心理，專門喺飼料度加色。而平價蛋嘅農場為咗慳成本，就唔會額外加呢啲美顏粉，所以隻蛋黃出嚟係咩色就係咩色，通常係淡淡嘅黃色。但如果你去化驗室驗一驗，你會發現6毫子一隻嘅蛋同4蚊隻嘅日本蛋，佢哋嘅蛋白質、脂肪、礦物質其實係相差無幾。你俾多嗰幾倍錢買嘅其實係一種心理慰藉，同埋可能係好少少嘅口感，而唔係幾倍嘅營養。咁你可能會問，既然唔係激素，咁平價蛋係咪就完全無風險？呢度我就要同大家講下真嘢啦。雖然無激素，但平價蛋真正要留意嘅係抗生素同埋衛生標準。喺一啲管理得無咁嚴嘅小型農場，如果啲雞病咗，農夫可能會用抗生素。如果啲抗生素喺雞蛋入面有殘留，而我哋又長期食，就有機會產生抗藥性。不過大家唔使太驚，香港嘅食安中心其實做得好足。2024年、2025年嗰陣，食安中心都抽查過好多街市嘅平價蛋，合格率係非常之高。因為呢啲蛋要過關落嚟香港，係要有晒衛生證明，要經過層層把關嘅。反而係嗰啲來歷不明、標榜係農家自產嘅散裝蛋，因為無監管，風險可能仲高。所以喺街市有信譽嘅鋪頭買20蚊30隻嘅盤裝蛋，其實喺安全性上係有保障嘅。再講一個大家成日誤會嘅點，就係假蛋。幾十年前可能真係有呢啲傳聞，話人用化學嘢整隻假蛋出嚟。但係2026年啦，大家諗下，用化學原料去合成一個有殼、有膜、有蛋白、有蛋黃，仲要煮熟咗之後口感一模一樣嘅假蛋，個技術難度同埋材料成本絕對遠遠超過6毫子。除非嗰個人係傻嘅，如果唔係點會做啲咁蝕本嘅生意？所以你可以放心，你喺街市買到嘅一定係真雞生嘅蛋，唔會係實驗室整出嚟嘅化學品。咁點解我哋一直會覺得平價蛋唔好食呢？呢個其實係鮮度嘅問題。好多時平價蛋係因為產量大，喺批發市場停留嘅時間可能耐少少，或者喺街市擺喺室溫環境下一段時間。雞蛋呢樣嘢越新鮮就越好食，蛋白會好濃稠，蛋黃會好挺身。如果隻蛋擺得耐，蛋白就會變稀，煮出嚟個口感就會差啲，甚至會有一種淡淡嘅腥味。呢種唔好食係源於唔夠新鮮，而唔係因為佢係平價蛋。如果你想用6毫子嘅價錢食到高品質嘅味道，其實係有竅門嘅。買返嚟之後，第一時間放落雪櫃。好多人買盤裝蛋返嚟就咁放喺廚房，香港咁濕咁熱，隻蛋好快就變壞。放落雪櫃可以大大減慢佢老化嘅速度。另外，買嘅時候可以留意下個殼，靚嘅蛋殼應該係粗糙，有一層薄薄嘅白粉感。如果個殼係滑，甚至反晒光嘅，通常係因為擺咗好耐，或者俾人洗過。洗過嘅蛋其實唔耐放，因為保護膜冇咗，細菌好容易入去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大家反思一下，我哋平時買嘢嘅心態。香港人好多時有一種貴就係好嘅迷思。2026年的物價雖然貴，但資訊其實好透明。平價蛋嘅出現，其實係農業現代化、工業化帶俾我哋嘅紅利。如果冇呢啲高效嘅生產模式，可能我哋今日食隻蛋都要5蚊、10蚊。咁對於好多基層家庭嚟講，蛋白質嘅攝取就會變成一個負擔。6毫子一隻蛋，背後係幾千公里嘅物流鏈，係科學化嘅雞舍管理，係精確到克嘅飼料配比。呢啲係文明進步嘅產物，而唔係乜嘢歪門邪道。當然，如果你係追求極致嘅口感，或者你係想支持本地農業，支持有機耕種，買貴啲嘅蛋係完全冇問題嘅。
但如果你只係想簡單食個早餐，補充下蛋白質，你完全唔需要因為買咗20蚊30隻嘅平價蛋而感到擔心，甚至覺得對唔住屋企人。我仲記得我有個朋友，佢以前非常之抗拒街市啲盤裝蛋，佢覺得嗰啲係垃圾蛋，一定要去高級超市買嗰啲印晒日期、一盒盒裝得好靚嘅日本蛋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同佢做咗個盲測，我用同樣嘅方法煮咗2隻太陽蛋，一隻係6毫子嘅平價蛋，一隻係4蚊隻嘅日本皇室蛋。結果點？佢食完之後，竟然揀咗6毫子嗰隻，話嗰隻更加有蛋味。點解會咁？其實所謂嘅蛋味，好多時係源於新鮮度同埋烹飪方法。嗰隻6毫子蛋係我嗰日朝早啱啱喺街市新到貨嗰陣買嘅，而嗰隻日本蛋雖然貴，但在超市貨架上已經擺咗成個星期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唔好被價錢牌標籤咗你嘅味覺。其實平價蛋仲有一個好處，就係佢哋通常比較大隻。唔知大家有冇發現，高級超市嗰啲盒裝蛋，通常係初生蛋或者中蛋，細細隻咁。而街市嗰啲20蚊沙隻，通常係大蛋。對於要整蛋糕或者要做大量料理嘅人嚟講，大蛋其實更加划算。當然，我亦都想提醒大家，雖然我話平價蛋無激素，但唔代表你可以無上限咁食。2026年嘅健康資訊都成日講，雖然雞蛋嘅膽固醇對大部分人嚟講唔係問題，但飲食均衡始終係最重要嘅。每日1-2隻蛋係非常健康嘅，但如果你因為平就一日食5-6隻，咁樣就算係最貴嘅有機蛋，對你身體都唔會好。最後，我想講下關於真相呢樣嘢。喺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，我哋好容易被一啲誇張嘅標題或者一啲未經證實嘅傳聞嚇親，好似打滿激素、化學假蛋呢啲詞語，聽落去好震撼，好容易喺 WhatsApp 群組傳開。但係當我哋冷靜落嚟，用常識去諗，用科學去睇，就會發現好多嘢其實都係自己嚇自己。下次你行過街市，再見到嗰個20蚊沙隻嘅牌，你可以試下用一個新嘅眼光去睇佢。嗰度唔係一個充滿毒素嘅地雷陣，而係一個現代工業奇蹟嘅縮影。你可以大方咁拎起一盤，返屋企煎個靚蛋，滾個蛋花湯。你可以同屋企人講，原來我哋一直諗錯晒，呢啲蛋唔單止冇問題，仲係我哋生活入面嘅小確幸。原來6毫子背後嘅真相唔係咩陰謀，而係人類為咗令到每個人都食得飽、食得起營養而付出嘅努力。唔好再俾嗰啲無謂嘅恐懼限制咗你嘅生活。食得平唔代表食得差，識得揀先係真正嘅精明消費。喺呢個2026年的社會，做一個明智嘅消費者，最重要嘅唔係有幾多錢，而係有冇嗰份求真嘅心。唔好人云亦云，唔好盲目追求貴嘢。平價蛋嘅故事只係冰山一角，喺我哋嘅生活入面，仲有好多類似嘅誤解等住我哋去揭開。就好似我今日同大家拆解呢個雞蛋真相咁，好多時只要我哋多問一個點解，多睇少少資料，你就會發現世界其實比你想象中安全好多，亦都簡單好多。6毫子一隻蛋，真係可以食得好開心，好安心。所以今晚不如就加餸，整返個韭菜炒蛋或者番茄炒蛋，用嗰啲你以前可能會懷疑，但而家知道真相嘅平價蛋，煮出一道充滿家常味嘅料理。你會發現，當你放低咗嗰份疑慮，連啲蛋食落去都會覺得特別香。呢個就係真相嘅味道，亦都係生活嘅智慧。我哋成日話要追求高品質生活，高品質唔一定係要用名牌，食貴嘢。高品質係一種生活態度，係一種喺平凡入面見到不平凡，喺平價入面見到價值嘅能力。如果你可以喺街市嗰盤6毫子雞蛋入面睇到現代化農業嘅進步，睇到物流嘅高效，睇到食物安全體系嘅保障，咁你嘅生活品質其實已經比好多盲目追求名牌嘅人高得多。希望今日呢番說話可以幫到大家解開個心結。下次見到平價蛋，唔使再心大心細啦。
2026年的香港人應該係有智慧、有見識嘅。我哋要對自己嘅食安制度有信心，亦都要對科學有信心。平價蛋唔係敵人，而係我哋每日生活嘅好幫手。就講到呢度先啦，我要去街市買返盤蛋返去整下午茶啦。記住啊，30隻20蚊，真係無打擊數價。大家可以放開懷抱，好好享受呢份平價嘅美味。原來我哋一直都諗錯晒，但由今日開始，我哋可以食得更加清醒，更加快樂。大家買蛋愉快。你哋呢排有冇返過深圳？真係唔係講笑，如果你呢個星期六日去一轉羅湖、落馬洲或者深圳灣口岸，你仲以為自己入咗去大年初一嘅花市，或者係邊個天王巨星開演唱會散場啊？真係唔誇張，而家嗰種逼法係直情連個關口嘅冷氣都好似唔夠分咁，每個人都係膊頭撞膊頭，大家手中唔係拎住個大行李篋，就係拎住幾袋爆師傅或者阿媽手作。以前我哋成日話內地人落嚟香港掃名牌、掃奶粉，估唔到風水輪流轉，2024年到2026年間，竟然係香港人集體北上進攻深圳。你問啲街坊點解？10個有9個都會同你講，喂，消費降級啊嘛！香港食碗雲吞麵都要50-60蚊，仲要俾人限住坐30分鐘，反到上去100蚊人民幣2個人可以食到飽一飽。仲要有人跪式服務，你話點揀先？講真，呢種現象真係可以用喪心病狂嚟形容。你有冇見過啲香港師奶喺山姆超市入面好似唔使錢咁，成車咁推？嗰啲幾公升裝嘅洗衣液，成大盤嘅牛肉卷，仲有嗰啲成個人咁高嘅大隻公仔，個個好似驚書咁，見到就立。你以為佢哋係去批發？唔係啊！佢哋係買返屋企自用架咋。有一位差唔多60歲嘅陳太同我講，佢話而家每個禮拜都要上去一次，唔係為咗玩，係為咗生活。佢話喺香港超市買抽廁紙都要40幾蚊，上去深圳買，除反開可能只係需要2幾蚊一卷，仲要厚實好多。呢種心態其實好反映到而家香港人嘅處境，大家唔係冇錢，而係覺得唔抵。以前2010幾年嗰陣，大家追求嘅係名牌，係要買最好嘅。而家到咗2026年，大家追求嘅係性價比，係要將1蚊港幣發揮到極致。你睇下深圳啲商場，好似 Coco Park、一方城，甚至係遠啲嘅龍華紅山6979，基本上你閉埋眼隨便撞到一個人，佢開口肯定係講廣東話。有次我喺皇庭廣場食緊酸菜魚，隔籬台嗰4個人由叫飛到坐低，全程都係用純正嘅香港話喺度研究緊邊張信用卡扣分最抵，邊個入攞優惠券最快。佢哋話喺香港食餐好少少嘅酸菜魚，起碼要300-400蚊一位，仲要加一服務費。重要嘅係嗰啲服務員忙到黑面咁款。但係上去深圳呢，200幾蚊人民幣已經可以食到好大盤，啲魚片滑到好似絲綢咁。仲要啲服務員不停同你講歡迎光臨，祝你用餐愉快，嗰種心理上嘅平衡真係香港俾唔到。呢種消費降級其實係一種生活智慧嘅轉移。我哋呢代香港人以前細個可能覺得返深圳係好老土嘅事，係阿爸阿媽先會去做嘅嘢。但係而家你睇下啲20零歲、30歲嘅年輕人，佢哋仲熟路過啲老人家。佢哋識得用美團、大眾點評，識得去揾嗰啲隱藏喺寫字樓入面嘅咖啡店，甚至識得去南山區嗰啲高科技園區揾好嘢食。佢哋會話，既然喺香港份糧都係得咁多，既然供樓、租屋已經佔咗大半，點解唔可以喺剩低嘅生活費入面揾啲甜頭呢？所以佢哋會喺禮拜5收工之後，即刻衝去西九龍搭高鐵，14分鐘就到深圳北，然後開始佢哋嘅瘋狂掃貨之旅。你話佢哋係咪真係窮到要咁樣慳？又唔係喎。我見到好多人係攞住最新型號嘅手機，着住名牌波鞋去掃貨。呢個其實係一種消費觀念嘅轉變，大家唔再盲目崇拜香港嘅所謂高尚消費，而係開始追求實惠同體驗。喺深圳，
你可以用幾百蚊人民幣就做到一個好高級嘅全身按摩，仲包埋你食水果、睇戲、打機，甚至可以喺嗰度過夜。如果你喺香港做同樣嘅嘢，分分鐘要千幾2000蚊，仲要地方細細。大家計過晒條數，計埋車費，計埋時間，都仲係深圳贏晒。呢種抵到爛嘅感覺係會令人上癮㗎。你有冇試過喺深圳飲一杯喜茶或者奈雪，只係需要15至20蚊人民幣？喺香港隨便一杯珍珠奶茶都30幾40蚊，嗰種落差係直擊靈魂㗎。而且而家深圳嘅食物質素真係進步咗好多。以前大家會擔心食安問題，但係而家大品牌連鎖店做得好規範，開放式廚房俾你睇到清清楚楚。對於香港人嚟講，既然質素差唔多，甚至更好，但係價錢平一半，咁點解唔去？呢個就係點解深圳會逼爆嘅原因。我仲聽過有個朋友，佢仲誇張到連睇牙、剪頭髮都要上去。佢話喺香港洗個牙要600、700蚊，上去深圳啲連鎖牙科診所，100蚊人民幣搞掂，仲要服務態度好到你唔好意思，全程有專人引導。佢話以前覺得上去好麻煩，但係自從2023年全面通關之後，交通真係太方便啦。深港一體化唔係口號，而係真實發生喺大家嘅銀包入面。大家會覺得深圳就係香港人嘅後花園，係一個可以放鬆、可以大肆消費而唔會覺得心痛嘅地方。不過呢種現象其實亦都反映咗香港本土消費市場嘅一個危機。當個個都話要上去消費降級，個個都話要上去掃平貨，香港本地嘅餐飲業、零售業真係好難做。你行下旺角、銅鑼灣，你會發現好多鋪頭都貼住租約期滿。點解？因為租金貴、人工貴，導致物價貴，最後消費者選擇用腳投票，直接北上。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。如果你係一個普通打工仔，每個月賺嗰2-3萬蚊，你都會想每一分錢都花得有價值。有啲人會話，去深圳要排隊過關好辛苦，但係你睇下啲人，佢哋排隊嗰陣幾開心，個個都係喺度玩手機，或者同朋友傾下陣間去邊度食潮汕牛肉火鍋。對於佢哋嚟講，呢種辛苦係值得嘅，因為換嚟嘅係雙倍甚至3倍嘅物資。有次我喺福田口岸見到一個後生仔，佢一個人拎住4箱酸奶，仲要孭住個大背囊，入面裝滿晒啲零食。我問佢唔重咩？佢笑笑口同我講，重啊，但係心入面好爽啊。呢度買嘅嘢喺香港超市買要貴成倍，而家我覺得自己賺咗幾百蚊啊。呢種賺咗嘅心態，就係推動香港人瘋狂北上嘅核心動力。當生活成本不斷上升，而收入增長緩慢嘅時候，大家就會自然尋找出口。深圳正好提供咗呢個出口。無論係2024、2025定係即將到嚟嘅2026，呢種趨勢好似只會越演越烈。甚至有啲人已經開始研究喺深圳租樓住，每日返香港返工，因為佢哋覺得與其喺香港住嗰啲幾百尺嘅蝸居，不如喺深圳住大啲，慳返嚟嘅錢可以用嚟提升生活質素。你話呢啲香港人係咪喪心病狂？我覺得佢哋係最理性嘅消費者。喺呢個物價飛漲嘅年代，識得揾最平、最靚、最正嘅嘢，先係真正嘅生活達人。深圳啲香港人真係多到你唔信，去到邊度都係喂，呢隻鮑魚好抵啊！喂，呢罐鮑魚執先幾蚊人民幣？喂，快啲去排隊買嗰個芝士蛋糕。呢種氣氛係會傳染㗎，你去到嗰度好難唔買埋一份。講到尾，大家追求嘅其實好簡單，就係想生活得好少少，想食得好啲，玩得開心啲，而唔需要每一刻都計住。深圳嘅抵到爛，正好填補咗香港人內心嗰種對物廉價美嘅渴望。所以，如果你問我點睇深圳逼爆呢件事，我會話呢個只係一個開始。只要兩地嘅價差仲存在，只要深圳嘅服務質素繼續保持，
香港人嘅北上掃貨潮就唔會停。大家唔係唔愛香港，大家只係更愛自己個銀包，更愛嗰種自由自在，唔使心痛錢袋嘅消費快感。真係，如果你仲未試過上去體驗下嗰種喪心病狂嘅掃貨氛圍，你真係 out 啦。去一次山姆，去一次皇庭，你去過之後，你就會明白點解大家會話真係抵到爛。嗰種滿足感真係由心而發㗎。你可能會話，哎呀，車錢都去咗啦。但係我同你講，當你買咗成車平嘢，當你食咗一餐好正嘅椰子雞，仲要埋單嗰陣平到你唔信嘅時候，嗰幾十蚊車錢真係碎銀嚟。呢個就係2026年香港人嘅新常態，一種屬於我哋嘅消費降級大作戰。其實呢種現象仲帶出咗一個好有趣嘅社會觀察。以前我哋講中港融合，好似係一個好宏觀、好政治嘅名詞，但而家呢，中港融合就係體現喺個購物車入面，體現喺張美團外賣單入面。好多香港人而家熟深圳地圖，仲熟過熟大埔或者屯門。邊個商場新開，邊間餐廳換咗廚師，邊條地鐵線開通，大家了如指掌。甚至有人會專登開個群組，每日分享深圳嘅最新優惠資訊，邊度有得攞深港消費券，邊度有港人專屬優惠，呢啲資訊嘅流通速度簡直快過新聞。我諗起我上個禮拜喺口岸見到一個阿叔，佢起碼有70歲，佢一個人拎住2大袋絕味鴨脖，仲有一箱喺超市買嘅特價橙。佢同我講，佢話而家老人家有福利，上去搭地鐵免費，所以佢隔日就上去行下。佢話喺香港，佢每日只係咁食茶餐廳嘅下午茶，因為平啲，但係喺深圳，佢可以去食個點心放題，或者去食個酸菜魚。佢話後生仔，我辛辛苦苦做咗一世人，而家老咗，想食好啲，住好啲，有咩錯？香港啲嘢真係太貴啦，我呢啲退休金喺香港只係夠生存，但係喺深圳，我係可以生活。聽完佢講，我真係覺得好感觸。消費降級，聽落好似係生活質素退步咗，但係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，呢個反而係一種生活升級，因為佢哋用更少嘅錢，換取咗更多嘅物資同更好嘅情緒價值。喺香港，你可能買到名牌，但你買唔到嗰種被當成上帝嘅服務感。你可能食到好嘢，但你食唔到嗰種寬敞、唔趕人走嘅空間感。呢啲嘢正好係深圳而家最吸引人嘅地方。你睇下深圳啲新商場，設計到好似藝術館咁，入面有大把地方俾你坐，俾你休息。香港嘅商場，除咗鋪頭就係鋪頭，你想搵張凳坐下都難，除非你去幫襯嗰啲貴到死嘅咖啡店。所以大家點會唔想去？大家唔係傻噶嘛？每個人心入面都有把秤，邊度好，邊度唔好，大家清清楚楚。而且而家深圳嘅連鎖店真係做到出神入化，好似木屋燒烤，你無論去到邊間分店，個味都係一樣咁正，個價錢都係一樣咁實惠。仲有嗰啲手搖飲品，種類多到你每日飲一款，飲足1年都飲唔晒。對於追求新鮮感、追求刺激嘅香港人嚟講，呢度簡直係天堂。我見過有啲後生仔一邊飲住奶茶，一邊喺度拍 vlog，佢哋會話：各位觀眾，你睇下呢杯嘢先係人民幣12蚊，喺香港起碼賣35蚊啊！你話我點可以唔嚟？呢種抵到爛嘅吶喊，其實係一種集體情緒嘅宣洩。香港人壓力大，大家都知。以前大家會去日本、去泰國去旅行嚟減壓，但係去旅行要請假，要訂機票，唔係隨時都去到。深圳就唔同啦，隨時起行，隨時返嚟。呢種微度假嘅模式，完美契合咗香港人繁忙嘅生活節奏。星期六上晝返去，星期日晚返嚟，成個人叉返滿電，禮拜一又可以繼續搏命工作。你再睇下深圳啲服務業，真係捲到飛起。為咗給香港客，好多鋪頭而家都收港幣，或者提供專門嘅港人優惠。有啲商場仲有接駁巴士，直接由口岸接你過去。
佢哋明白香港客嘅消費力係好強嘅，只要你俾到佢哋覺得抵，佢哋就會喪心病狂咁幫襯你。呢種雙向奔赴，令到深圳嘅經濟喺呢幾年真係旺到不得了。所以話逼爆深圳唔係偶然，而係必然。當一個城市提供咗極致嘅性價比，而另一個城市卻仲喺度繳結租金同人工嘅時候，消費者嘅流向就已經定咗。我哋唔需要去批評邊個，因為每個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嘅權利。如果你覺得喺香港消費令你覺得壓力大，咁不如就順應潮流，反上去感受下嗰種抵到爛嘅快樂。當然，我哋亦都希望香港可以喺呢種壓力之下，慢慢揾到自己嘅出路，可以提升下服務質素，可以平衡下物價。但係喺呢一日嚟到之前，我相信深圳嘅口岸依然會係咁多人，大家依然會係拎住大包細包，笑逐顏開咁返香港。畢竟真係變晒啦，各位。如果你呢幾日行過中環德輔道中，或者係金鐘海富中心嗰邊，你仲以為自己去咗深水埗大南街或者係旺角街頭。你見到嗰啲着住名牌老西、打晒呔、拎住個幾皮嘢公事包嘅中環精英，竟然唔係去食嗰啲幾百蚊一餐嘅法國菜或者係高級日本嘢，而係喺街頭排長龍，仲要排得好金嗰隻。排緊咩？就係排緊嗰啲3打3、30幾蚊有2餸1飯嘅2餸飯啊！最誇張係咩？連我哋由細食到大，由2024年開始已經不斷轉型嘅聖安娜餅屋，而家竟然都要放下身段，唔止賣麵包西餅，直情開埋檔口賣2餸飯。呢個世界係咪真係癲咗？到底係香港人窮咗，定係呢種2餸飯文化已經徹底入侵咗我哋嘅生活核心？今日我哋就嚟深度拆解下呢個2餸飯席捲全港嘅現象，到底係一個窮人救星嘅經濟奇蹟，定係預示緊香港經濟已經行到去一個窮途末路嘅邊緣？講真，如果你喺2010年左右同我講，有一日中環班銀行財進會排隊買飯盒企喺街邊食，我一定會覺得你發緊夢。嗰陣時嘅中環係身份嘅象徵，係高消費嘅代名詞。但係去到2026年初嘅今日，現實就係咁殘酷。我前幾日下晝1點幾行過中環，見到嗰條龍起碼有50幾個人，入面有唔少係20幾歲到30幾歲嘅年輕專業人士。以前佢哋可能係去嘆個下午茶，或者去個咩 power lunch， 而家佢哋最關心嘅係嗰檔2餸飯今日有冇黑椒薯仔牛柳粒，或者個魚香茄子夠唔夠入味。點解會搞成咁？首先我哋要睇下個大環境。呢幾年香港嘅零售業同餐飲業經歷咗幾多次嘅大洗牌。以前我哋講緊租金貴、人工貴、食材貴，呢3座大山壓死咗好多老字號。但係你發現冇？呢啲大山對於2餸飯嚟講，反而變成咗佢哋嘅生存空間。因為2餸飯講求嘅係咩？係快，係狠，係準，仲有最緊要嗰樣高 CP 值。當一個普通嘅茶餐廳午餐已經賣到去70幾蚊、80幾蚊，仲要未計加一，仲要可能得嗰幾塊乾爭爭嘅叉燒或者係鹹到死嘅餐肉。你叫嗰班雖然人工可能仲有3、4萬蚊，但係要供樓、要養家，仲要驚隨時會被裁員嘅中環精英點樣去消費？再講下聖安娜轉行賣2餸飯呢件事。呢個絕對係一個指標性嘅信號。聖安娜係屬於邊個集團？係馮氏零售旗下㗎。咁大個財團，佢哋嘅數據分析肯定係最精準嘅。佢哋見到麵包西餅嘅毛利雖然高，但係銷量喺咁樣嘅經濟氣候下好難有大突破。反而係2餸飯呢種民生剛需，每日下晝12點到2點、6點到8點，個客流量係穩定到不得了。聖安娜唔係成間鋪唔賣麵包，而係喺鋪頭入面劃出一個角落，放幾盤餸，由原本賣蛋糕嘅姐姐幫你夾餸。呢種場景其實幾心酸。以前我哋細個去聖安娜係買生日蛋糕慶祝，而家入去係為咗嗰30幾蚊嘅2餸飯嚟填飽個肚，準備下午繼續返公司爆數或者係應付嗰啲開唔完嘅會議。其實2餸飯喺香港嘅崛起，絕對唔係一朝一夕嘅事。
如果我哋回顧返2019年到2022年間嗰段困難時期，兩餸飯可以話係喺裂縫中求生存。嗰陣時因為防疫措施，大家冇得堂食，兩餸飯就順理成章變咗主流。但係問題嚟啦，點解去到2026年，社會一切都恢復正常咗咁耐，兩餸飯不但無退潮，反而係越開越多，仲要開到去中環、金鐘呢啲核心商業區？我覺得呢個係一種消費降級嘅徹底體現。好多人會話，香港人唔係仲好有錢咩？你睇下機場啲人去日本好似返鄉下咁。但係你冇留意到，呢種係報復性消費，係一種心理補償。喺日常生活中，香港人變得分外精明，或者話係分外卑微。嗰啲以前喺中環返工，午餐閒閒地消費100幾十蚊嘅人，而家會覺得，既然味道差唔多，點解我唔慳返50蚊？呢50蚊一個月落嚟就係1000蚊，一年就係12000蚊，夠去一轉大阪啦。所以中環精英排隊買兩餸飯，其實係一種好現實嘅生活選擇。佢哋唔係無錢，而係佢哋對未來無信心。當你唔知你份工下個月仲喺唔喺度，當你見到身邊好多40幾歲嘅中層管理人員突然間被退休，你自然會對手上每一粒銀錢都睇得好重。而對於嗰啲老字號嚟講，呢個簡直係一場災難。如果你有留意新聞，呢2年有幾多間開咗30幾、40幾年嘅酒樓、茶餐廳執笠？佢哋唔係無客，而係佢哋嘅營運模式喺而家呢個年代已經唔 work。傳統酒樓要請好多伙計、水電煤、租金每一樣都係錢。但係兩餸飯呢？只需要一個廚房、幾個大暖爐盤、1兩個手腳快嘅姐姐，個 turnover rate 流轉率高到嚇死人。一個兩餸飯鋪位可能只需要300-400尺，但係佢一個中午可以賣出幾百個飯盒。呢種效率係傳統餐廳完全冇辦法比擬嘅。但係我哋要問嘅係，當全香港都變成兩餸飯之都，呢件係好事定衰事？從微觀角度睇，佢解決咗好多人嘅開飯問題，亦都令到一啲原本會空置嘅鋪位有租收。但係從宏觀角度睇，呢個係一個非常危險嘅信號。兩餸飯係一種低增值嘅產業。當一個城市嘅精英階層都開始追求呢種極致嘅廉價消費，咁成個城市嘅消費動力就會萎縮。餐飲業係一個龍頭，佢會帶動好多周邊行業，例如食材批發、室內裝修、餐飲器材等等。當大家都係賣兩餸飯，大家對裝修嘅要求低咗，對服務嘅要求冇咗，對食材嘅追求亦都由精變咗做量。久而久之，香港作為美食天堂個名銜仲保唔保得住？仲有兩餸飯嘅泛濫，其實反映咗香港鋪租嘅一種畸形發展。雖然話租金回落咗，但係對於好多創新型或者係高品質嘅餐廳嚟講，依然係高不可攀。反而係兩餸飯呢類可以靠高流量嚟抵消租金成本嘅模式先可以生存。呢種劣幣驅逐良幣嘅現象喺2025年開始已經非常明顯。你去銅鑼灣、去尖沙咀行下，你會發現好多以前賣名牌手袋、賣珠寶嘅鋪頭，而家一係就空咗喺度，一係就變咗做賣平價衣服或者係兩餸飯。呢個城市嘅面貌正喺度發生緊一場無聲無息嘅變天。我身邊有一個朋友，佢喺中環一間投資銀行做咗10幾年，今年45歲。佢同我講，以前佢哋 lunch time 係去 IFC 食幾百蚊一個餐，仲要開支紅酒傾下生意。而家佢哋成班同事會一齊夾份去樓下買幾盒兩餸飯返入 pantry 茶水間食。佢話唔係公司要求佢哋慳錢，而係大家心入面都有一種莫名嘅恐懼感。佢話見到啲老字號一間間執，見到啲大集團都要轉行賣兩餸飯，佢會諗香港仲係唔係以前嗰個充滿機會、遍地黃金嘅地方？呢個問題好沉重。有人話兩餸飯係經濟奇蹟，因為佢體現咗香港人嘅靈活性同韌性。面對逆境，我哋識得轉彎，識得用最少嘅資源生存落去。聖安娜賣兩餸飯，你可以話佢係唔顧面子，
但係你亦都可以話佢係務實。喺商業社會，生存到落去先係王道。如果你執着於賣嗰啲無人買嘅貴價西餅，最後只會係全線執笠，嗰幾百個員工就會失業。所以，從企業生存嘅角度睇，呢個係一個明智嘅決定。但係，如果我哋睇深一層，呢種奇蹟其實係帶有一種悲劇色彩。當一個發達城市嘅經濟結構開始向低端靠攏，當我哋嘅精英都要淪落到街頭排隊買廉價飯盒，呢個就係一種經濟萎縮嘅表現。你諗下，以前香港嘅成功係靠咩？係靠高效率、高品質、高附加值。我哋賣嘅係服務，賣嘅係專業，賣嘅係品牌。而家兩餸飯賣嘅係咩？賣嘅係飽肚同平。當平成為咗一個城市唯一嘅競爭力，咁我哋同周邊嗰啲勞動力成本低得多嘅城市相比，仲有咩優勢？特別係而家2026年，我哋仲面對住一個好大嘅挑戰，就係北上消費。以前係內地人落嚟香港買嘢，而家係香港人逢星期六日就衝上去深圳、廣州消費。點解？因為嗰邊嘅性價比仲高。如果你喺香港食個兩餸飯要30幾蚊，你上去深圳可能20蚊已經食到個好豐盛嘅餐，仲要有埋裝修，有埋服務。當香港人連食飯都開始計住，連聖安娜呢類大牌子都要靠賣兩餸飯維持生計，我哋點樣去吸引遊客？點樣去留住人才？我聽過一個喺中環排隊買飯嘅後生仔講過一句話，我覺得好精闢。佢話以前排隊係為咗買最新款嘅 iPhone， 或者係為咗食嗰間排隊名店，而家排隊係為咗可以用最少嘅錢解決一餐，然後快啲返去開工，因為我唔知聽日我仲有冇得排呢條隊。呢種心態其實係好多香港人而家嘅寫照。其實兩餸飯呢個現象，亦都反映咗香港房屋問題嘅根深蒂固。點解香港人咁計較個午餐錢？因為佢哋大部分嘅收入都去咗供樓或者交租。喺2026年初嘅今日，雖然樓價跌咗啲，但係對於一般打工仔嚟講，負擔依然係重到不得了。當你每個月攞50%甚至60%人工去供嗰個幾百尺嘅單位，你自然會喺飲食、娛樂方面極度縮數。所以兩餸飯唔係一個餐飲問題，佢本質上係一個社會問題。咁到底有冇出路？我覺得香港而家係處於一個陣痛期。老字號嘅倒閉係時代嘅眼淚，亦都係市場嘅洗牌。兩餸飯嘅興起係一種適應，但係我哋唔可以停步喺兩餸飯。如果一個城市淨係識得做兩餸飯，咁呢個城市係無未來嘅。我哋需要嘅係重新定義香港嘅優勢。既然我哋喺價格上鬥唔贏內地，咁我哋係咪應該喺品質、創意、文化上面落功夫？聖安娜賣兩餸飯可能係一個短期嘅避風港，但係長期嚟講，佢仲係要諗下點樣提升自己嘅品牌價值。同樣地，香港亦都係一樣。我哋唔可以因為見到精英排隊買兩餸飯就覺得呢個係常態。我哋要思考嘅係點樣令到呢班精英重新擁有消費力，點樣令到呢個城市嘅街道重新充滿活力，而唔係淨係得嗰幾盤熱騰騰嘅餸菜。2026年對香港嚟講係一個關鍵嘅年份，我哋見證住舊有秩序嘅瓦解，亦都見證住新生存模式嘅誕生。兩餸飯席捲全港，係一個警鐘，提醒我哋個世界真係變咗。呢個係咪窮途末路？未必。香港人最叻就係置之死地而後生。可能喺不久嘅將來，我哋會喺兩餸飯嘅基礎上演化出一種全新嘅、更具競爭力嘅商業模式。但係喺嗰一日嚟到之前，我諗我哋每個人都要學識點樣喺呢個變幻莫測嘅時代入面，揾到自己嘅生存之道。無論你係喺中環返工嘅精英，定係喺街頭開鋪嘅老細，或者係好似聖安娜咁大嘅企業，我哋都要面對現實。現實就係，以前嗰種躺平都可以揾大錢嘅日子已經過去咗，而家係一個比拼效率、比拼耐力、比拼邊個更接地氣嘅年代。如果你聽日行過中環，
見到嗰條長長嘅兩餸飯人龍，唔好再覺得驚訝。嗰度每一個人其實都係喺度為咗自己嘅生活努力緊。或者我哋應該換個角度睇，兩餸飯唔係代表淪落，而係代表務實。當一個城市開始識得面對現實，唔再追求嗰啲浮誇嘅泡沫，或許呢個先至係真正經濟復甦嘅開始。不過講到底，我仲係好懷念以前嗰種百花齊放嘅香港。我希望有一日，我哋排隊唔係因為嗰樣嘢夠平，而係因為嗰樣嘢真係值得我哋去等待。我希望嗰啲老字號唔係因為租金同成本而消失，而係因為佢哋揾到更好嘅方式去傳承。變天未必一定係壞事，關鍵係我哋點樣去應對呢場風暴。兩餸飯會唔會變成香港嘅永恆標籤？定係佢只係一個過渡期嘅產物？呢個答案就要靠我哋每一位香港人喺嚟緊呢幾年用行動去寫出嚟啦。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。如果你對兩餸飯呢個現象有咩睇法，或者你身邊有啲咩有趣嘅故事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。我哋下次再傾，拜拜。